安平平安连续5档，以生肖作为创作主题。今年平安 to you 就特别邀请曾经得到全国工业奖的任民国，结合台南400档庆典举办创作展。任民国表示，透过日常生活观察，甲人互动为灵感，以卖饭食为原料，创作出400只无同表情的限量镜头。我个人从生活当中，我发现微笑是非常有感染力跟穿透力。那借着目前我们疫情的这个情况来讲，我们透过这一次100只的一个兔子，将这样的一个微笑来传递以及祝福，让每一个人可以平平安安，然后迎接新的兔年，让平安一年又一年。今年的主题嘛，设计出真侪文创商品，包含钥匙圈、创意彩绘图啊。市湾单一町甲一个景顶人，也以平安 to you 结合一块，推出红包分送给民众，传达平安甲福气。这次我们除了这10兔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窗花兔哦，也感谢那个陈廷飞委员跟那个陈怡贞议员哈，连续5年都采用我们的创作设计，做成那个祝福。那这次呢，是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 DIY 也可以彩绘的钥匙圈，平安图钥匙圈。那我们品牌在台南24年了哈，我们开始将创意这个发想呢，不是只有让别人来买创意，我们希望把创意做成一个元素，丢给大家，让大家呢能够把你的想法做法做在创意里面，平安自己画，平安自己求。这次展出的图啊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每一只拢会笑，创作者希望将笑容能量转化到作品当中，传达出爱甲善良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